大家好，我係澳門樂團音樂總監指揮廖國敏。咁呢個旅行箱咧，陪咗去過世界各地唔同嘅地方去工作。咁不如今日我開心俾大家睇睇，究竟有啲咩陪住我周圍走啊！哇，好緊張啊！我終於第一次咧喺大家面前咧 show 俾大家睇，我平時跟咗我好多唔同地方嘅篋。咁咧入邊咧，首先咧就當然。咁我指揮咧就有個指揮棒啦，呢個盒。咁呢個盒咧同埋入邊嘅兩支指揮棒咧，我都係專門喺日本揾個師傅去做嘅。咁就其實有啲長有啲短啦，大家見到其實係原模一樣嘅。呢支唔小心俾人整斷咗，咁所以都好心痛。但係其實有幾好喎，咁所以 keep 住啦。其實點解有指揮棒呢一樣嘢咧？其實就係因為一個樂隊入邊，我哋可能有40人，如果做歌劇可能有200人。咁但係其實大家睇唔到你隻手，咁呢個指揮棒等大家可以清晰啲咁睇到個拍子喺邊度。咁所以咧係白色嘅，通常都係。當然亦都會擺兩個呢個叫做袖口鈕喺度，即係 in case 我成日會唔記得帶，就擺喺度。跟住第二樣嘢咧，對我嚟講非常重要咧，就都係我嘅樂譜啦。咁通常我都會帶住我嚟緊嗰個月啦嘅所有嘅樂譜跟住我周圍走嘅。咁呢份譜跟咗我可能都20幾年啦，由我讀書嘅時候開始買咗佢之後咧，就其實入邊好多 notes 喺度，好多時係朋友啊、老師啊、其他嘅樂團啊嘅一啲嘅唔同嘅演奏嘅方法。咁呢啲其實係對於我哋好珍貴一樣嘢，因為每一次嘅演出咧，其實有經驗嘅累積。當你演出完之後，你係會有一啲嘅啟發或者進步嘅。呢啲譜咧，其實對學生係好貴嘅。有啲老師咧，佢會送譜俾我嗰陣時讀書嘅時候。咁呢一份咧。例如呢份咁，你要見到咧係以前我學校嘅校長佢買嘅份譜。咁其實佢人都唔喺度啦。咁但係通常見到呢啲會特別咁有即係好珍貴嘅感覺咯。咁跟住就係一啲我嘅個人物品啦。咁當然有我嘅 headphone 啦。咁啊跟住我一齊走啦。我嘅筆袋啦，我嘅隻蘇跑充電寶啦。咁同埋永遠都有啲衫喺度㗎，因為通常我驚落飛機咧。有時候要即刻衝去排練啊咁樣，咁通常都有啲乾淨衫喺個隨身行李度。跟住就一啲搭飛機嗰啲旅行包啊，同埋水啊，因為咧飛機度咧係好乾，所以呢個好好用啊，呢個係成日帶住。咁就基本上呢啲咧就係我嘅每個星期嘅隨身物品，基本上係我屋企嚟嘅。好啦，多謝大家。咁呢啲簡單嘅物件咧，陪住我去咗唔同嘅地方啦，當然包括翻到嚟澳門啦。咁嚟緊喺澳門樂團2月、3月、4月咧，有3場非常精彩嘅演出。咁喺2月14號咧，澳門樂團為大家準備咗一場精彩嘅交響馬戲團音樂會嚟慶祝情人節。雜技啦、空中飛人啦，加上管樂團嘅演出，大家千祈唔好錯過。咁喺3月嘅14號咧，白色情人節，澳門樂團喺文化中心聯同小提琴家、指揮家 Julian Recklin 帶嚟一場精彩音樂會。指揮家 Julian Recklin 會身兼兩職，包括小提琴獨奏。咁喺4月11號，我會翻到嚟澳門文化中心，同大提琴家 Daniel Muller-Schott 為大家送上經典嘅阿爾加大提琴協奏曲，一首非常精彩嘅作品，亦都係我自己其中一首最喜愛嘅大提琴協奏曲。而同場音樂會咧，亦都為大家送上 Bruckner 嘅第4交響曲。4月11號，澳門文化中心，我哋到時見。